后来社会新闻案发的现场，先来看彰化一个47岁的男子骑机车无戴安全帽啊，警察一路开车甲捉，结果这个男子可能是伤过紧张了，伫离厝100公尺的所在，转来刹车，重伤死亡。警方事后来表示讲，这个男子的酒测值是0.7毫克。但是男子的老母无法度来接受，哭甲真伤心。讲警方当下根本无法度看出是毋是有啉酒，敢若是无戴安全帽啊，就安尼一直捉甲人过身去，实在无道理。家属要来申请着国家的赔偿，要来追究警察的疏失。警方半暝发现这个姓林的查甫人骑车无戴安全帽啊，随开警示灯，但警力对伫伊后壁，抑不过这个查甫人无停落来沿路，佮正向伫骑，最后伫一个转弯的所在，并且摔倒在地，头壳嘛受重伤。这个查甫人送到病院时，还佫有开，抑不过抢救几个工，犹原无效，有留2个囡仔。这个查甫人老母有够伤心，控诉警方执法过动，敢若无戴安全帽啊，尔敢有必要一直甲用？囡仔你若无讲对伊敢会死，阮囝敢会死。所以刚刚安尼买卡，刚刚无交给，觉得应该开单就可以，不应该这样子或怎么样？对对对。希望就是说国家。是不是有一些交代做赔偿？对。并且地点离因兜敢若100公尺尔，警方强调讲，当时警察车已经开警示灯，无对伤晚，嘛无强硬甲炸落来。严正执法之外，也会要求我们的同仁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执法的一个安全，尤其是我们的民众的安全。巡逻车的行车记录器，还有路口监视器及监视报告，呈送地检署的检察官来依法来侦办。虽然这查甫人事后体会酒测值是0.7，抑不过家属质疑讲，警方当时根本无法度分辨讲敢有啉酒，看到无戴安全帽啊，就一直加入违反比例原则，因要求国家赔偿，要讨回公道。